继续来看，庆祝着中秋节，云林县政府9月24要伫个大溪五条港安西府来举办着新住民迎新嘉年华。东港阁有海陆大家美食的飨宴，要邀请大家来食文旦、食肉饼、食各种的美食。 为着新住民的朋友，打算伫咧台湾买当怀念故乡，所以伫咧9月24大溪安西府举办中秋迎新的嘉年华会。我们也希望他们虽然在云林县，但是呢对于家乡的这些亲戚朋友透过月亮把他们关怀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中秋迎新的嘉年华会，大溪乡农会嘛准备澎湃海陆料理，包括海产糜、虾仔、毛烘猪仔、烟肠的好食料理。大溪农会有准备。 咱大溪上好食海产，要邀请全国好朋友来品尝。由云林县政府举办的中秋迎新嘉年华会，会伫咧9月24，伫咧大溪安西府起口。现场除了好食的料理、市集、趣味游戏的体验活动，卖当参加抽奖，邀请全国的民众来这佚佗行踏。 Hello， 我是冯薇芝。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